买这个房子，其实或许是一部分也是这个在园林这个维多利亚学校的这个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嘛。那所以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恐怕就是在靠学费来赚发大财嘛。庶民总统，那现在大家都在开玩笑说这个树是别墅的树。哦，那这个其实7200万这个豪宅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韩总统候选人可能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为什么这什么时间点跟这个包括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等等。哦，那我想这个但他买这个房子其实或许是一部分也是这个在园林这个维多利亚学校的这个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嘛。那所以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恐怕就是在靠学费来赚发大财。好，这个是我想大家如果关心这个他所提出来的这些包括教育的一些对青年世代的一些这个政策，我想我们也必须更同样去检视他在这些过去一段时间他怎么靠这个学费累积出这些财富。OK， 谢谢。这小事不重要。那怎么看韩国瑜买了7200万的豪宅？但他是庶民。那身体诚实一点，就不谈这件事情，他的事情嘛。啊，所以身体要怎么诚实？那诚实一点，我说不谈他就不谈他，那你们一直要问他。不过，可是跟居住正义有关啊。对他来讲，我就是跟做跟不做有关而已了，其他我都不谈了。好，来了。跟请教一下不分区的部分哦，最近已经开始有在进行开会讨论了。那今天这个立法院长苏家全有跟你表达，或是跟总统这边表达说，他确定不列入不分区。不分区提名委员会已经开过了几次的会议，我们已经渐渐进入到个别人选的一些讨论。那确实，苏家全院长是我们的国会议长，他一再的对外，也跟我几次的表达说，能不把它考虑在内。那这个事情知识体大，那因为这个还要再经过这个提名委员会共同的讨论啊，那我们会持续的进行。那我们会了解到苏家全院长他所提的自己的这样的意愿，我们会进行讨论，也会很重视。那苏正清的部分现在有一个雏形了吗？那其他个别的人选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做进一步的确定。所以苏院长刚刚是在你们稍早的会议跟你们提到，没有，他私底下跟我谈。那刚刚有讲吗？私底下跟我谈。刚有讨论吗？我们刚刚会议不讨论党务的工作，党务工作还是回到我们提名委员会来做讨论比较正确。那有讨论到屏东吗？没有啊，刚刚就没有讨论到这个党务的事情。那刚刚有讨论到下礼拜四的副手议题，这个通常总统不会跟我们讨论副手的议题，我一直说过，这是总统绝对的权利。那标准答案，他会在适当的提出最强的人选。那你觉得礼拜四是适当时间？我现在比较担心是礼拜三中执会的事情，礼拜四的事情我还没有办法去担心那么多。那蔡太佩，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目前还是党内最强的？